接下来又是一个故事，一个老母亲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也继续念下去啊。从前有一位老母亲和儿子相遇于命，一个好像就是这个母亲呢只有一个儿子的感觉，好像这样。儿子呢经常去印度经商，老母亲对他说：“印度金刚座是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圣地，你一定要从印度给我带回一个作为顶礼对境的殊胜加持品。”这样嘱咐他多次，但儿子都忘记了，一直没有带回加持品。一次，儿子又准备去印度时，母亲说：“如果这一次你还不给我带回来我作为一个顶礼对境的加持品，我就在你的面前自杀而死。”儿子去印度经商到返回的期间，又忘记了母亲嘱咐的那件事情。那儿子呢，就各种这个经商的事情，所以就忘记了母亲的这个事情。那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这个儿子好像对母亲的这个修行不是很重视的吧？啊，已经很多次都没有带回来任何一个加持品。临近家门时才想起了，那个时候才想起来了，母亲的话。他想，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没有给老母亲带回任何顶礼所谓的加持品，如果这样空手而归，母亲一定会自己自尽身亡的。想到这里，他左右环顾，发现路边有个狗头，于是拔出狗牙，用绸缎箍好带回去，交给母亲说：“这是佛的牙齿，希望你将它作为祈祷的对境。”这样是不是很对不起母亲啊？老母亲认为这个狗牙是真正的佛牙，升起了强烈的信心，经常顶礼供养。后来狗牙降下了许多实力，最后老母亲去世时出现了彩虹光环等许多瑞相。这并非是狗牙具有加持力，而是老妇人以强烈的信心力认为它是真正的佛牙，这样佛的加持力融入狗牙中，所以狗牙也与佛牙无有差别了。所以讲到的都是信心的功德。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信心。那我们如果是真的有信心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是找到一个狗牙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可能也都可以的，主要是有信心的情况下。此外，在公布地方的一个叫觉沃奔的一人，那接下来这也是一个故事。一次他去参拜觉沃佛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在拉萨达昭市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身像，就叫觉沃佛。当时在觉沃佛像前，当时他到那个拉萨达昭市的觉沃佛像前的时候呢，无有香灯饰和其他任何人。他来到觉沃佛像的前面，看到那些供桌上的食品和酥油灯，他心想：觉沃像是将这些藏巴团沾上灯器里的酥油汁以后才使用的。可能他也可能就是到那个觉沃佛前面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吃到东西，所以应该也是饿着肚子吧。然后刚好进来的时候呢，就那个时候就可能也没有其他的人，就比如说平常就是要维护的那些香灯饰等等的。那就现在不一样，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就像那个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呢，那拉萨也没有那么热闹的吧。那现在的话，那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刻没有人的时候，在觉沃佛的前面那他呢就是把这些狮子多玛根还有那个酥油灯一起用藏巴来沾酥油灯的容器酥油灯里面的那个酥油一起
一起吃啊，就是为了酥油汁液不凝固才是燃烧此火的。那么觉悟怎么享用，我也应该同样使用啊。于是他将糌粑石子沾上酥油之后吃了起来。吃完后，看着觉悟的尊严说：“神修比谷挑走了，你也是笑眯眯的；酥油灯比风吹动，你还是笑眯眯的。你真是一位好上士。我的这双鞋托你保管。”他把他自己的鞋脱下来放在那里，让觉悟佛保管。绕了一圈就回来。说完便将鞋子脱下来放在觉悟佛像前面，他自己去转绕了。香灯师进来后，看到佛像前的鞋，就香灯师觉得这个就造业了嘛，就不知道谁放的，那当然就一看到马上就会扔出去嘛。这个时候呢，觉悟佛像说：“这是公伯本委托我保管的，不要扔掉。”他来取鞋时又说：“你真是一位好上士，明年请到我的家乡来吧，我在一头老猪炖上猪肉，煮熟陈旧的青稞酿成青稞酒等着你。”觉悟佛像说：“可以。”那这就是也是为什么有这个故事在这个里面。这个故事整个藏地都是有一个藏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因为这都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故事。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觉悟佛就是说过话的，觉悟佛像说过话的，那就是对说话呢，对那个公伯本。公伯本呢，就是他是一个很笨的一个人，但是呢，就是他对佛像对觉悟佛是一心一意的，他就是对他是有就是有信心，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不纯净的心，是有非常信心的。他可能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佛像来看，他能够可能是因为他对他太有信心了，所以他自己看到的时候，应该也是没有看出一个佛像只是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佛，而且是在笑眯眯的。然后他就是吃了他前面的这些贡品，也是笑眯眯的。然后就是酥油灯有风吹动，也是笑眯眯的，没有第二个动作的。然后他呢就是把这个鞋子放在那边走的时候呢，就供灯师、香灯师进来的时候，就觉悟佛说过第一句话。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就是他邀请他去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就又说了第二句话。就是这个故事是一个就是非常是事实的故事，所以就是整个的藏区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叫那个公伯本。公伯本就是公伯是现在的那个巴依，在拉萨有一个巴依嘛。那么巴依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去那边居住的，尤其是很多汉人，因为他那边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就是那个海拔很低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一个人，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个故事呢？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任何一个功德，他就是连那个酥油灯是做了什么用的都不知道的一个人。但是他对觉悟佛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的功德让觉悟佛像都说话了所以信心的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他回到家中对妻子说：“我已经邀请了觉悟仁波切来做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你要经常看着他是否来了。”他自己就很认真，非常认真的。第二年的一天，他的妻子去提水，在水中清楚地显现出觉悟的影像。妻子立刻跑回家告诉丈夫：“那边水里有一个人，是不是你请的客人呀？”他马上跑去看，果然看到水里就现出觉悟仁波切。他认为觉悟落到水里了，于是跳进河里取了觉悟的身体，真的抓住提上来了。那他就是看到的时候，就是水里面就是有觉悟佛的影像的时候，他就说我的上师落水了，他就马上跳下去要救了上师上来的时候，
真正的就是有一个可以就是把身体可以抓得住的，然后能够可以再提上来了，他就提上来，而且是牵着他往他的那个家里走，带回家中。途中到了一块大石头前，觉我说：“我不去熟人家里。”之后不肯再继续前行，而融入了那块岩石中。后来石头上自然出现了觉悟佛像，所以被称为觉悟石。显现觉悟身上的河被称为觉悟河。据说至今他们仍与拉萨觉悟具有相同的加持力。所以过去在这个藏地的历史上，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至今也一样，历史上都是会去朝拜这个觉悟河。这个里面翻译是说觉悟河嘛，那我们但是藏地来说的话，就是水觉悟和石头觉悟觉悟石、觉悟河也一样的嘛。就我们藏地的话，就是用词是什么水觉悟，还有石头觉悟，就这样古语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也是非常重视，然后这些去朝拜的变成了圣地，大家都当作是圣地，就是有拉萨的觉悟佛，有同等的功德，有这种传说。至今他们仍然拉萨觉悟佛同样的加持力，而且信众们也经常对顶礼供养。也就是说，觉悟本以自己所具有的坚定信心得到了佛的悲悯，否则因了灯油吃了神修，又将鞋子放在觉悟佛像前面，怎么会没有罪过呢？但是依靠信心力，他反而得到了那样的功德。不仅如此，限量证悟实相圣义地也唯一依赖于信心。如佛在经中说：“实例子，圣义地唯以信心才能证悟。”依靠所升起的不共信心，丧失三宝的加持，融入自相续后，自相续中便会升起真实的证悟。见到实相真实意识，即丧失三宝，会以真正诚信不疑，升起不共的不退转信心。所以说证悟实相与圣洁心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心是幸福的根本，文武百尊的加持，见机解脱之修持，破除有情的物质，其情作情传承时，摄受我等生生世，赐予解脱的咒。